郊游，你有帮我们准备东西吗？早就准备好了，你看有零食啊、雨衣啊、水壶，还有照相机，嘿嘿嘿。彤彤姐姐，好像少了东西耶。有吗？哎，彤彤姐姐，我们明天郊游的午餐呢？哦，对了，午餐啊，我本来要帮你们做三明治的，可是我忘记冰箱里面好像没有小黄瓜嘞。不然点点小蜜，你们帮我去思宠买东西，好不好？彤彤姐姐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思宠就是市场，买东西，买东西。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买东西耶。哎呦，这个很简单啦，你就到了思宠之后，就问老板说：“哦，我要这个，请问几多钱？”然后之后你付了钱之后，就可以把东西拿回来啦。彤彤姐姐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说的是几多钱，多少钱的意思。啊，那我学会了。思宠市场，思宠市场。小蜜，你要不要跟我去思宠买菜啊？好啊。走咯，我现在要出门了耶。可是我还在看电视哎。买东西，买东西，买东西，买东西。小蜜，我要去买东西，你有要买什么吗？作业簿。可是我要去思宠买东西，不是文具店呢。那就不用了，谢谢。几多钱？多少钱？几多钱？多少钱？哇，好可爱的玩具哦！小蜜，这个几多钱呐？100块。那这本书几多钱呐？100块。哇，小蜜，你哪里来这么多钱啊？思宠买东西，几多钱？小朋友也可以试试看，帮妈咪去买东西哦。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张伟良。